歡迎大家嚟到 Music Pantry 音樂吹水間，我哋係大家嘅主持高立同埋微塵。Hello，Chill Club 嘅推介榜年度推介24至25年度咧就啱啱曲終人散啦，真係。咁我哋就想簡單講下觀後感呢樣嘢嘅，特別就係同叱咤嘅少少比較咁樣啦。之前嗰條片我哋都講過啦，我就覺得咧超級嘅賽制咧係好混亂嘅，咁唔少人咧都以為咧有啲獎咧係現場投啦，咁其實結果咧原來係街客即係之前咧上網啊嗰啲投嘅。就連林家謙佢上台都話唔知道原來有個歌手互投，即係互相推介嘅一個獎。後來都唔好肯定係咪真係歌手互投，佢都要問翻個主持係咪歌手互投㗎，定係點樣咁？咁點樣複雜法啦？又有評審嘅推介嘅歌曲啦，又有賽前嘅投票啦，又有現場嘅投票啦，又有歌手互投嘅一啲獎項啦。就算我唔計 Wolf 嗰個獎啊，都有4種嘅投票方式。於是就令人覺得咧係好混亂㗎。咁我哋調翻轉睇下叱咤啦。叱咤投票其實好清晰㗎。簡單啲講就係只係有專業推介同埋樂迷投票兩大類嘅啫。雖然樂迷投票歌曲係現場投啦咁，但係其實一兩個嘅唔同咧都唔係太大影響嘅。所以成個叱咤咧俾人感覺咧係唔會好混亂㗎。咁但係超級咧似乎就做唔到一樣嘢啦。咁另外啦。喺上一條片我都提過嘅，就係咧，我覺得超級咧，似乎係想咧平衡翻咧叱咤嗰個成績㗎。點解咁講咧？例如姜濤喺叱咤咧係比較佔上風㗎。佢攞到最歌同埋最男，反而咧Anson Lo 咧只係攞到歌曲嘅10大嗰個獎嘅啫。但係嚟到超級就唔同啦，調翻轉啦，就係Anson Lo咧佔盡上風啦，一口氣咧就攞咗3個大獎。反而姜濤咧，就差唔多只係攞咗評審嘅歌曲獎啦，同埋一個歌手嘅銀獎加 Wolf 個獎啦嚇。咁樣即係可以話咧，兩個嘅頒獎禮咧，啱啱係你可以話平衡啦，或者可以係話一種互補嘅感覺。咁但係點解會有呢種情況咧？咁究竟係因為個投票機制唔同，導致咗結果唔同，淨係話因為 Anson Lo 嘅歌迷見到自己嘅偶像喺叱咤成績麻麻地喎，所以加多幾錢肉緊去支持偶像咧？咁老實講，我就真係唔知啦。喺叱咤嗰陣時咧，咁 Ian 就攞咗唱作人金啦，Jay Fung就攞咗銀啦，林家謙就攞咗銅獎啦。咁你 Chill Club 嗰個世界咧，你發覺個賽果就啱啱相反，我即倒轉嘅，先係林家謙行先啦，跟住 Jay Fung啦，跟住就 Ian 啦。我喺度諗翻，其實會唔會係由於叱咤即係當日嗰個唱作人嘅賽果，結果引嚟好大嘅迴響啦，坊間好多個討論。咁所以而家喺 Chill Club 嗰個賽果咧，咁係咪好似都係刮咗叱咤一巴咁樣呢？如果真係樂迷投票嘅結果喺超級嘅世界，係咪代表樂迷唔認同叱咤嗰個賽果呢？呢次 Ian 嗰個成績就唔及叱咤呢個好明顯㗎啦，淨係拎咗即係年度推介嗰個男歌手銅獎同埋唱作人個銅獎啦。不過我自己個人認為就攞獎少呢，其實對佢反而係一個保護啊。今次因為喺叱咤裏邊呢。Ian 攞咗3個大獎，男金啦、唱作金啦同埋至尊碟啦，咁其實都引嚟唔少嘅雜音嘅。咁可以睇到喺 Chill Club 嗰個頒獎禮裏邊啦你覺得佢上台嘅表情咧係比較即係拘謹啦，唔係好輕鬆好 enjoy 嗰種，即係去 party 嗰種感覺，有啲唔自然咁樣嘅。希望經過超級呢次即係變相幫佢減壓之後咧，佢下一次喺其他嘅頒獎禮，例如下年嘅叱咤或者下年嘅超級咧，佢感覺會更加輕鬆啲，更加 enjoy 嗰個頒獎禮啦。都想講下林家謙，佢今年有一首好 hit 嘅歌，其實應該叫舊年年尾一首好 hit 嘅歌，就係、是《普度眾生》。據谷德超導演所講啦喺電視節目裏邊講嘅話，即係連銀髮族都會聽呢首歌，透過呢首歌認識林家謙咁樣。而且林家謙都話係都有唔少人翻唱咁樣。最出名就係黃百鳴啦。咁喺叱咤個 AP 咧，其實呢首歌理論上應該可以去到10大尾嘅，但係最後佢連10大最尾嗰個成績都攞唔到，即係冇獎啦10大裏邊。咁但係而家喺超級個世界裏邊咧，普度眾生就攞到歌手互相投票之下嘅一個推介獎喎，即係今年新增嘅一個獎啦咁即係話得到歌手嘅認定認可啦，或者欣賞啦叫做。咁我喺度諗，其實叱咤都強調專業推介㗎嘛
超級嗰個世界其實歌手都係一種專業嚟㗎，即係我哋相信佢都係聽歌好多嘅人都即係有佢哋嘅品味啊，知道邊啲係好嘅作品咁樣啦嚇。咁我就諗啦，其實喺叱咤個世界又叫專業推介，專業㗎，呢邊歌手都係專業，咁到底邊個先係真正嘅專業咧？咁樣即係點解個成績會咁大反差咯？除咗頒獎禮嘅賽果之外咧，今屆嗰個流程咧都可以講下嘅，因為今屆超級咧最俾人詬病嘅咧就係不設呢個現場嘅致辭嘅環節啦。咁於是啲得獎歌手咧上台嘅時候咧，好似做默劇咁樣咯，好鬼搞笑嘅。咁啊，相信咧一方面係因為咧即係超級嘅製作方面啦，係想控制好個時間啦。咁喺呢個角度睇咧，咁佢哋梗係成功啦，因為其實早咗10分鐘完添啊。咁但係我覺得咧，呢個係製作人咧為咗自己方便一個最懶惰嘅方法，因為佢根本係冇諗過觀眾嘅睇法嘅嚇。而家觀眾睇落嚟咧，就覺得成個節目咧真係好戇居咁樣咯。係其實喺網上面即時咧都好多人啲反應或者即係評論咧，唔係點解即係上咗台都唔可以講嘢嘅咧咁樣。我最記得印象深唔係開頭阿 J 風嗰度蝦碌個位，反而係我覺得鄧陳雷尷尬，因為佢上到台好似後面有佢講嘅嘢啦，跟住佢只可以做就係不斷鞠躬咁，好似唔知點樣，即係捱到佢個致謝詞完咁可以先走得咯咁樣。另一方面諗咧，亦都可能係因為咧超級咧想行咧叱咤唔同嘅路嘅，因為咧叱咤最大嘅賣點係咩啊？大家都覺得係得獎者嗰啲致辭啊、感言啊嘛。咁例如今年伊人嗰個感言就好多人笑住話係即係新嘅廚房宣言啦嚇。咁超級如果唔想行呢條路，因為照抄人就冇意思啦。咁於是佢將個重點放喺表演之上，其實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嘅。但係為咗控制時間，結果犧牲咗呢啲得獎感言，我就覺得有啲本末倒置或者係矯枉過正啦。不過咁講，去到林家謙佢攞咗個歌手戶頭啊，佢攞咗嗰首歌嘅推介獎之後咧，咁得獎人咧又可以上台致辭咯喎。佢開頭上去都話乜可以講嘢㗎咁啊主持都話有得講好講啦，就有機會講好講咁樣嚇。有人懷疑係製作人係咪見到網上即係有啲負評啊，即係嗰晚啊即場嗰啲負評，咁所以就發覺不如臨時變陣啦，會唔會係咁嘅情況咧？亦都可能因為製作人發覺時間剩翻太多啊，所以俾啲歌手講下嘢消磨時間啊。無論點樣啦嚇，今次超級我先講過啦，焦點唔喺得獎感言，而係幾場嘅現場嘅表演。包括乜嘢太極啊、Wolf 啊、Dear Jane 啊、Sam 啊咁樣咧，帶到一啲傳承意味嘅樂隊表演，又有西村貴教啊教主同埋陳慧琳嘅表演，咁其實現場反應都係唔錯嘅，尤其是係西村貴教啦，真係好精彩㗎，即係可以話推高晒現場嘅氣氛㗎。另一個唔同咧，大家可以睇到嘅兩個頒獎禮都有一位殿堂級嘅女歌手，差唔多係壓軸，即係出場嘅，即係掀起全晚嘅高潮嘅。咁叱咤入邊咧就係 Sammy 啦，出嚟唱咗一首歌，然後攞獎，跟住咧講咗一大段得獎感言嘅。而 Kelly 咧反而啱啱相反啦，就完全冇講嘢啦，咁就淨係同幾位年輕嘅跳唱歌手合作，亦都好有氣氛，好有新鮮感㗎。咁由於一個殿堂級歌手出場嘅俾人嘅感覺，你就知道叱咤同埋超級所揀嘅路向係完全唔同嘅。最後都想講少少關於獨立歌手嗰方面嘅嘢。喺叱咤個世界咧，我哋睇到其實好多大唱片公司個反擊咧，個攻勢係凌厲翻好多㗎嚇。咁其實林家謙都失落咗藍金啊，同埋唱作金啦嚇。單講獎項嚟講咧，其實獨立歌手喺超級嘅成績咧，其實就同叱咤嗰個世界咧係差唔多嘅。不過唔知點解喺感覺上面咧，覺得獨立歌手喺超級受到嘅重視就更加大、更加多咁樣。點解會咁講咧？睇翻超級嗰晚嘅頒獎禮啊，林家謙嗰首《一人之境》係第一首有歌手行出嚟唱、行出嚟表演嘅歌曲。Alfred 唱呢首歌，即係許廷鏗啦，唱呢首歌到底唱得係咪好過原唱咧？係有人討論嘅。不過呢度咧我就唔想即係多去評論啦。呢啲都係見仁見智嘅事嚟嘅啫。另外一個例子就係當男歌手行出嚟 catwalk 嗰陣啦嚇，林家謙係第一個出台嘅人嚟㗎。咁呢個都係即係某程度上俾人感覺都係一個重視啦嚇。咁打頭陣啊嘛叫做。咁仲有個位就係我提過啦，唔知係臨時變陣啊定係點樣嘅原因啦嚇。總之就係林家謙始終係第一個
喺嗰晚超級嘅時候上台可以開咪正式講得獎感言嘅一個歌手。當然啦，仲要講埋就係阿 J 同埋許廷鏗，佢哋兩個都係獨立歌手嚟嘅，而有機會喺超級嗰晚開場嘅時候出嚟唱歌打頭陣。當然都仲有 J 風嘅，但係3位裏邊有2位都獨立歌手，其實都睇到獨立歌手都有一定嘅受重視程度咁樣咯。仲想講下就係喺超級嗰晚咧，林家謙就攞到2個都算係大嘅獎啦嚇，叫做歌手互投啦，同埋佢自己都唱作人嗰個金獎啦嚇，都可以話係叫做為獨立歌手啦喺啲頒獎禮上邊咧，即係或者喺超級呢個頒獎禮上面咧，就我叫留一啲血脈或者一啲生存嘅空間啦嚇。始終林家謙係歌手互投嗰個獎嘅時候佢多謝大家啲歌手都有投佢票啦嚇，鏡頭都見到阿 Jace 同埋 Serrini 佢哋好開心嘅喎嚇。咁我估佢哋2個都應該有投林家謙一票嘅，即係喺個歌手互投嗰個獎裏邊。咁我覺得都某程度呢個互投係反映到獨立歌手佢裏邊都有啲嘅少少嘅團結。咁我睇到其實都有啲感動嘅，即係覺得大家都互相幫助互撐啦嗰樣嘢。即使 Serrini 同埋林家謙喺叱咤同埋超級個世界，即係喺鏡頭前大家見到鏡頭前唔係好多互動，但係其實佢哋都即係私底下我覺得仲有互撐嗰樣嘢咯。嗱，感覺上咧獨立歌手喺叱咤好似係撩鼻一格咁嘅感覺，不過喺超級嘅世界裏邊咧，就覺得即係大會咧對待林家謙同埋其他獨立歌手都不薄嘅。或者佢哋係想用獨立歌手呢樣嘢，或者係林家謙本身，包括佢所攞到嘅獎項嚟，都盡量稀釋翻超級頒獎禮嗰個週年晚宴嘅感覺咯。講到週年晚宴咧，無可否認今年嘅超級咧，始終都係傾向大國文化嗰啲歌手嘅。男歌手包辦3甲。組合攞咗金銀，連樂隊都有 Wolver 攞咗銅。而最誇張嘅咧就係3個新人組別咧嘅金獎都係大國歌手，即係 Tiger、心靈同埋 Wolver。加上仲有幾個歌曲獎喎，咁始終係會俾人質疑嘅。咁呢一方面咧 ViuTV 真係要好小心，因為如果唔係咧，遲早就好似勁歌金曲咁樣玩爛咗自己㗎啦。呢啲只係我哋嘅睇法啫，咁唔知大家係咪認同嘅？如果大家中意嘅話，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當然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多謝大家。